我是首长，我会拉弦子。我是卓玛，我会唱歌。我是格萨，我会吹硬笛。我是土丹，我会带路。阿爹，想嘛等我。涂丹的眼睛需要马上手术。这都在给俺出两个车也开连差不多。从这个花心不来。是这。你们要打劫吗？你们想打劫吗？那等待美姬通过了，电视上说你能按美姬通过吗的？现在听到那准备把东西在这东给。他们要的不是同情，是一个机会。机会我已经给了。孩子们想唱歌，那是他们的梦想。我们上电视，就是想让所有人看见我们能唱歌。我想再看见。火车开过来了，火车开过来了，大家往后站点儿。